我想描述一個好多人都熟悉嘅處境嘅。你喺外地啦，或者喺國外啊，生活都唔算容易嘅。個租金貴啦，工作壓力又大嘅，咁樣離屋企又遠喎。逢年過節一個人對住個電話屏幕，屋企人呢就唔止一次咁樣講噶啦，翻嚟啦，呢度已經同你安排好噶啦，穩定啊，離我哋又近，互相有照應啊嘛。乜條件聽起嚟係唔差嘅，但係你就係唔想翻去。你同自己講係因為呢度發展機會多，係因為習慣咗呢度嘅生活。但有時候夜深人靜呢，你知道真實嘅原因係唔止呢啲嘅。翻去意味住好唔容易逃走咗出嚟，又要翻屋企俾困住咗啦。今日我想認真講下呢件事啊。年青人唔想翻鄉下做嘢，標準嘅解釋係經濟嘅理由。咁家鄉嘅機會少啊，收入低啦，職業發展受限啦。其實呢啲都係真實嘅，但係如果只係經濟問題，咁應該一個簡單嘅解法就係，只要係家鄉嘅收入夠高啊，機遇係夠多嘅，人就會翻去噶啦。但係現實係呢，好多人就算係鄉下係有唔錯嘅工作機遇啊，都係揾嗰種理由唔翻去嘅，而且係嗰種講唔清楚嘅理由啊，就係話就係感覺唔啱啊，就係個 feel 唔啱啊，翻去好壓抑咯。我驚自己變翻以前嗰個人啊。呢啲話嘅背後呢，係一個比收入差距更加難量化嘅，但係更真實嘅成本啦。翻去意味住咩呢？意味住重新要進入一個你已經逃走咗出嚟嘅封閉系統啊。我喺呢個頻道講個封閉系統係國家層面嘅、機構層面嘅，但係封閉系統有一個最少嘅現象喎，存在於每一個人嘅最早嘅生命經驗裏邊，就係家庭啦。一個專制家庭嘅運作邏輯呢，同任何封閉系統嘅運作邏輯幾乎係完全一樣嘅。乜信息被過濾咗啦，外邊係好牙煙嘅，翻屋企先夠安全啊。參照係俾管控啦，點話呢？佢話你睇下隔籬屋企邊個幾乖，而家幾個穩定，仲有就係離開嘅代價俾放大咗嘅。你屋企人同你講話，你走咗啊，我哋點算啊？再有一個呢，就係話翻嚟屋企嘅有利俾美化咗嘅，屋企已經幫你安排咗一切噶啦。仲有就係質疑俾定性為背叛啊！養你咁大，你就係咁樣對我哋？乜每一條單獨拎出嚟，都好似係父母喺度表達愛，但係放喺埋一齊，係一套完整嘅控制架構嚟嘅。而且最關鍵嘅係呢套嘅框架入面嘅人呢，通常係真心相信自己喺度愛緊你。呢跟同嗰個感情投射個機制完全係一樣嘅。控制同埋愛喺佢哋嘅認知入面係同一件事，冇辦法俾分開嘅。一個人喺外面生活過幾年嘅人，會慢慢咁建立起一啲東西，自己嘅判斷標準啦，自己嘅生活節奏啦，自己對我係邊個嘅一個回答啦。呢啲東西係喺脫離原嚟嘅系統之後，先有空間生長得出嚟嘅。翻到屋企唔止係地理上面嘅位移，就翻到屋企啦，係將自己重新放翻嗰個系統入面，然後嗰個系統會重新開始運作啦。
你嘅每一個決定都會被評頭品足。你喺外面建立嘅世界觀會被講成係話你喺外面被帶壞咗啦。你好唔容易畫出嚟嘅邊界，然之後呢會被認為係我係你父母啊。呢句話一次次穿越，唔係父母唔愛你，係呢個系統唔允許一個獨立嘅你存在啦。因為你獨立意味住唔受控制唔受控制威脅咗系統嘅穩定。好多人翻屋企住咗一段時間之後呢，會發覺自己慢慢變翻咗一個更細、更慎重、更沉默嘅版本啦。嗰種感覺唔係懷念係窒息好多人試過同父母好好溝通，講道理講邊界講自己嘅需要啦，但係發覺每次講完呢，隔幾個星期又翻到原點嘅。原因唔係父母嘅記性差，唔係佢哋唔在乎你嘅感受，係因為雙方對家庭呢件事情有兩套完全唔同唔兼容嘅底層假設嚟嘅。你嘅假設呢，係家庭係支持網絡，成員係各自獨立嘅，相互尊重邊界嘅，愛唔係等於控制嘅。咁父母嘅假設呢，家庭係命運共同體嚟嘅，個人係服從集體，維護家庭秩序係天職嚟嘅，愛係為對方做決定嘅。呢兩套假設呢，唔係通過溝通係可以彌合得到個分歧嘅，佢哋係完全兩種完全唔同嘅世界觀，喺個根部就已經叉開咗噶啦。你喺度講話請尊重我嘅邊界，咁佢哋聽到嘅係呢：你冇離開呢個家啦。你喺度講話我需要自己嘅空間，佢哋聽到嘅係你嫌棄我哋係嘛？唔係翻譯錯誤，係根本係冇共同語言。但我想喺呢度停一下，講一件更加大嘅事情。中國家庭嘅專制結構唔係從天上掉落嚟嘅文化特質，佢係有非常具體嘅歷史淵源嘅。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呢句話唔止係道德訓誡嚟嘅，佢係將一套從政治服從陷入咗家庭關係嘅控制框架嚟嘅。咁皇權就需要父權嘅配合啦。如果一個人從細喺家庭入面學會咗服從權威係天經地義嘅，質疑長輩係背叛，個人服從集體，咁呢啲理念呢，咁佢長大咗之後呢，會面對更大嘅權力，會自動激活同一套情感反應嘅。咁家庭係訓練場，佢訓練嘅係咩呢？係一個人對封閉系統嘅服從本能啦。所以話離開家鄉，抗拒返鄉呢件事呢，喺好多人身上不只係一個生活嘅選擇嚟嘅，佢係一次對呢個最深層訓練嘅局部反抗，一個好細嘅、好個人嘅，但係真實嘅特惠啦。我唔係嗌你冇返屋企，亦都唔係叫你同你父母決裂。我想講嘅係一件關於清醒嘅事情啦。如果你抗拒返鄉但講唔清楚係點解呢？咁你可能知道啦，唔係你唔夠愛你屋企人，唔係你唔夠感恩，係你個自我喺保護緊自己，喺一個封閉系統入面成長大個人花咗好多年先至喺系統外面建立起一個屬於自己嘅內心空間。呢個空間係你真實嘅屋企，唔理佢喺邊個城市邊個國家，我喺宣虛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